民进党的赖清德今麦已经当选，刷落来美中台这三边的关系到底是会安怎变化咧？都有学者跳出来讲，这拜习会过了后，北京其实今麦对台湾算讲较有站站，两岸关系变化的时间点，会当对5月20总统就职，甲美国的总统大选这段期间做伙来观察。2024总统大选结束了，伫这个几天内面就发展包括陆路甲咱国确定断交的代志，这种牵动着美中台关系。学者认为，北京即马对台相对动作无大的原因，是因为包括中国本身在内内部的问题真多，也有520就职进程，传统上来讲是两岸沟通的黄金时期。另外，伫拜习会了，美中也朝向和缓的方向直直发展。在去年旧金山的拜习会之后，美中的关系它是朝这个和缓的方向发展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北京如果对台湾下的手太重，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所谓美中关系的这个大局，北京它需要投鼠忌器。学者评估，伫咧520总统就职进程，中国对台依然有压力测试，不过程度袂伤大。因为伫今年11月初5，美国总统大选进程，中国也无希望透过拍台湾牌，造成华府反中的情绪，造成可能被进一步操作成军。另外，目前美国总统上热门的连选依然是拜登加川普。美国的政治将会影响以后的对台政策。And the theory is that this would be a good time, if you'r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otentially to make a move on Taiwan. So whoever wins in 2024, if you believe that theory, may end up being the US president who has to then decide what to do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attacks Taiwan. 两岸发展也考验着新政府应对的能力。美国布鲁金斯学院中国中心主任何瑞芬指出，专部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地愈来愈有企图心，对美国是不利的，因此对中国的态度是相对较强。拜登电脑是伫目前愈来愈注重伫对付川普，估计接落来一年将袂有对两岸有关的重大立法，因为伫咧3、5年，美中拢无希望做伤过大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